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老大人，尤其是孤单老人，一直以来拢是诈骗集团诈骗的目标。先是透过手机的奶来博感情，逐工早暗固定来问好，刷落去，竟然是检警人员，或者是公务机关，开始来乌龙蛇道，开始威胁，开始骗。老大人想讲，有可能真正是家己袂记得纳健保费，袂记得纳电话费。都老大人安尼戆神，今日被诈骗的陷阱，2000万的老本总互骗甲打。老早食饱未暗安，敢有人会传这图甲你关心？为真正是亲情朋友咧关心，也毋过为是诈骗集团，囝仔伫咧甲你关心。嫌犯锁定毒机是大人，逐工传这图甲阿公阿嬷关心，个囝做是公务机关，讲身份互偷用，健保补助或者是电话钱无纳这理由，讲要请警察到处笔录，佮甲被害者讲涉嫌卖毒刑事重罪，要求侦查无公开，袂当甲别个亲戚朋友讲，佮要监管因的口座，爱因逐工回报行踪，到80岁但阿嬷正信任对方，对方佮讲要替伊操作股票，刷损失700万，佮民众惊牵涉着。案爱交出存款的号码，不要互骗买2000万。如果有涉及所谓的监管账户、加赖去回报行踪，或者是侦查不公开，在电话中制作笔录，类似这些诈骗关键字呢，一定是所谓的诈骗手法。惊做公务机关的诈骗案，最近3年财政损失达了要22亿，而且被害者有一半拢是超过60岁以上的士大人。台湾离超高龄化社会刚存无够2年时间，今日实际应该透过行动来关心家己是大，安尼因才袂无聊甲互骗去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